伊乐式的疗程是一种手术周期的照护模式，主要目的是要帮助病人手术后加速康复。吉米病院对113年开始推行，尤其大肠直肠外科，以着团队的方式对手术前的卫教、营养师甲物理治疗师的评估营养状况、心肺的功能，制定手术前的饮食甲复健的计划。后续还佫由医疗室疗程的各管师协助追踪病人的状况，不但缩短一半的住院时间，而且手术后并发肠阻塞的几率嘛大幅度来降低。所谓的 ERAS 除了一些主动的初级，让病人可以评估病人的风险去做治疗之外，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的临床照护的医护人员要导入最新的治疗指引。譬如说，病人鼻胃管不用一直放个4-5天，很不舒服。病人开完刀，隔天20小时内就可以拔掉了。拔掉之后呢，病人就开始吃东西。往往有时候病人会问医生，我都还没有排气啊，我这样子可以喝水吗？其实我们都会鼓励病人说没有关系啊，其实口渴我们就是喝水嘛，并不会说是你一定要排气才会喝水，除非今天你喝水之后会觉得胀、恶心、不舒服，那我们才不要喝。可是大部分病人其实开始喝水、喝舒跑、喝一些流质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他反而没有不舒服的情况，就相对不像以前一定要等到排气，病人才可以吃东西，就饿了差不多2-3天的时间。那我们输尿管也是很早就拔掉了，输尿管拔掉之后，病人就不会一直躺在床上，因为他下床要尿尿，所以病人就很早下床，提早运动。那最重要是有我们麻醉科的帮忙，给予很好术后的止痛，所以病人不会痛，他下床行动，他就不会一直因为疼痛而不下床，延迟他的恢复。所以他走向一个正向的恢复的情况下，病人就会越来越好。导入医乐式疗程，不止手术前禁食时间对8点钟缩短到2点钟，而且手术后24点钟内就用来刷除病位供顶，以及手术后的早日食食。不但明显提升病人康复的速度，而且嘛降低病人手术后的并发症。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